想念的回答模式一样要有称呼的对象，可是情况、自我介绍或问好，加上问候的原因及描述想念的事項。叫冇樣到阿公咧，我打電話留阿公問候，呢位樣板講，搶最少我講3句話。對象是阿公，自我介紹與問好。我係阿敏啦，你尋日好冇？原因，叫冇樣到咧，結合生活經驗，再說明想念的事項。你今日當看，你愛做家己良善，將唔會看到哦。完整的句子就是：阿公，我係阿敏啦，你尋日好冇？叫冇樣到咧，你今日當看，你愛做家己良善，將唔會看到哦。每個人會跟阿公說的話都不一樣。我們再來練習另一個答案。阿公，我係阿花啦，你尋好冇？叫冇樣到咧，你今日當熱，你愛加淋熱豆乾啡，將唔會熱到哦。你嘅好朋友阿俊愛轉學咧，你想愛留意講到乜嘅話？套用回答模式，對象是阿俊，原因你愛轉學咧，我當唔盼得，結合生活經驗，再說明想念的事項。你愛強容保持聯絡哦，有還沒做得來愛不下了，所以我們就可以這樣回答：阿俊，你愛轉學咧，我當唔盼得。你愛強容保持聯絡哦，有還沒做得來愛不下了。